此乃累世业世执着的轮回，燃烧起来自会很难受。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？很简单，只要一个念头转过来就好了。赶快以感恩的心情，静息动息，逆来顺受。按搜寻相关的都会出来。要知道，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智慧净土。让三分，何等清晰！你看，就是这个头像相似的都会列出来。乃一时坏乐神仙。能力的力不是这个力啊，是底下一个字，可以复制文字。古尔们修道也要活泼玲珑，通权达变，就像水一样，能随方救援，能利万物而不争。任何事情，忍耐退让一下，自然就海阔天空，无忧自在。所谓上善若水，就是要我们学习水的忍辱低下，水的柔弱包容。要是能为人所不能为者，只不过是豪杰所做的事。然而，能忍人所不能忍者，才是圣贤所做的事。中秋节的时候成道我已经录制了文字了，那可以只有半桶水时，到哪里才会摇得出声音。如果是满满的，就是怎么摇也没有声音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实实在在的握在手上。老师的话，就好像人生为的是什么？越成熟的就越低垂，所以你们越是站在高处的，就越要想到低处；越是地位高的，就必须越低心。在上者，要常常施予爱心给下面的人；在下者，要常常存感恩之心。每一个人都能时时站在别人的立场反观，这样上下才能够连成一气，才不会有所摩擦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才会越拉越近，和乐融融。之前要记住，内心谦下是恭，外形于理是德。欲修功德之人，就要心不轻人，礼敬所有众生凡事。可能要多久才会复制出来？你们年轻人总是好争宠，甚至连在道场上也争宠。当知被宠溺者不一定能成道，反之，被冷落的人也不一定修不好。形形色色，总是虚幻。就算你们想在人前显贵，也必须私底下多受罪啊。受罪有好多种，受点冤屈，受诽谤，受劳累，受怨，受气。倘若都能乐于接受，任劳任怨，
系。这个时候，道就在你们身上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平常对自己，要在无过中求有过，即是严以律己；而对他人，要在有过中求无过，即是宽以待人。而过在能改，改在能知。这个文字而知有显示出来，但不完全正确呢。所以，当徒儿们对周遭的环境有所不满，或在道场上有不快乐的感觉时，继续反躬自省，是不是自己的念头有差错呢？世事好坏总有两面，何必偏往牛角钻呢？若你对人常有不舒服的感觉，或许正是你思念未清，成见未除，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所致。若是如此，则要赶快找出原因，斩清魔念，你的身心才能内外平衡。否则，别说众生救不起，恐怕连你自己都有问题。所以有时候必须借着环境来造就每一个人。若非相互折磨，相互牵缠，如何能达到世事云容，个个无棱无角的境界？按复制文字，又如何复制到剪贴簿啊！共同来办最后一场复制到剪贴簿啊！那聆听呢？安妮，天然古佛成道纪念日，天然古佛慈训，将来成就，最后功果论定，不是依你的后学有多少，佛堂有多大有多少，而是你脾气毛病改了没及心性圆融来论定。别人是不努一定力小于会接受， M+H 地址，还要见机而作才是。 8譬月如这15日个不会念了。人喜欢吃甜的，就要安给宁是从哪里来的？那若个字他喜欢是从哪里来咸的的？，而你给他甜，就不是在见这里你看机而行，作者安宁。懂吗？可以复制文字，还可以聆听，还可以翻译哦。当是非流行时，装聋作哑吧，一切是非总会过去。按翻译。修道人要修心养性，那么你们的心正了吗？要知道，理不清则不得其正，心有所挂碍，则不得其正。老师看到现在很多修道人只注重外功，到处去度人，到处去讲道理，讲得天花乱坠，结果却引来很多人的毁谤，很多人不相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欠缺道德两字，怎么才因为你翻译这么一在日点点？常中贪嗔痴三毒不能够消灭，还可以念因为出来啊！你贪功德。天然古佛，如果你不天然明了度还会人救念出来人，的。都只是你的本分。师尊老大人，那么，当你度一个人时，若不能顺心，你心中就很容易产生怨尤，就是嗔心。你既然生了嗔念，心就不得其正了，知道吗？
那复制怎么复制那么少的文字啊？另外有那个程式可以把图片里面的文字都提取出来，那个类似文本扫描那种为师手机考程式。察过去，徒儿们的品德尤尚可，火候则差太多。火候是养性之主要功夫，缺乏那火动画候，则易于半途而废。受人毁谤，那动即生画也嗔可以心；处理啊。受名利引诱，即生贪心；受繁业牵缠，即生淡心。一言不顺心就发火，复制文字，一句冤屈就流泪，立种种戒，即生天然古佛种种心，渐渐为境所牵引，而偏离正道，终至前功尽弃呀！是不是？要谨慎呐！徒儿若有这些毛病脾气，就要赶快回光返照，反省、那怎么三思、全部的文字啊？忏悔、改过，知道吗？我觉得占用很多记忆体，很热呢，很烫。复制文字，聆听。中秋意义长8月15，师徒情缘万8年，万8永不离，永不离。明德出版社老师的话有声系列， 139敬请聆赏。师尊天然古佛成道纪念日。